呢排英國真係熱到好誇張啊！但係熱浪最危險嘅地方唔係辛苦咁簡單，而係你可能會出現脫水、熱衰竭，甚至係中暑，但係自己都仲未即刻察覺到。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。今條片我想同大家講下喺英國熱浪之下點樣保護自己，同埋點樣分 heat exhaustion 熱衰竭同埋 heat stroke 中暑。先講下 heat exhaustion 熱衰竭。熱衰竭即係身體頂唔順高溫同脫水，但係通常仲清醒嘅。如果你出現以下嘅情況：頭暈、想嘔、冇胃口、好攰、心跳加速，甚至係口乾，呢啲好多時都係脫水或者熱衰竭嘅信號。如果係呢種情況，第一時間要做嘅係去陰涼嘅地方或者有冷氣嘅地方休息，鬆開件衫，飲水，用濕毛巾、風扇幫自己降溫。咁 heat stroke 中暑又點分呢？中暑即係身體已經失去咗調節體溫嘅能力，屬於緊急嘅情況。中暑常見嘅危險信號包括意識混亂、講嘢唔清楚、叫唔醒、昏迷、抽搐、呼吸好快、行路唔穩同嘔吐。呢啲情況要當緊急情況處理，即刻打999。記住一句口訣，仲清醒，飲到水，多數係熱衰竭；而意識差、叫唔醒、抽搐就當係中暑啦，即刻打999。咁有咩人要特別小心呢？長者、小朋友、孕婦、本身有心臟病、腎病、糖尿病或者食緊某啲長期藥嘅人，都要更加小心熱浪同脫水啊！如果你想，我下條片可以講下英國熱浪之下邊啲藥會令你更加容易脫水同中暑。本影片只作醫療科普資訊，不構成個人醫療建議。如果想睇更多關於英國醫療同用藥資訊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 YouTube channel 上有完整嘅播放清單，有問題或者有想我拍嘅題目，留言話我知，我會盡量解答同安排。我係徐藥師，我哋下次再見。